浪，成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啊，嘛会变英雄。变化无常，有时屠杀的环境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，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是吧？金苗，这是根据中医病方调配的药方，对治疗保健真有帮助，你摕去报。多谢你啊，先生。是吧？我看你心情敢若无好，是毋是惊彭志强误会你？我拄则看到伊哦，面色无啥好，因为伊看到你回我暗暝啦。我无，我相信志强真了解我是什么款的人。金苗，啊，毋过一件代志，我嘛希望你会当了解。我愿意留来，迄是因为我真欢喜看到你搁重新找回对棒球的热情，就干那尼尔。是吗？假使我因为为着你，重新搁转去球场，咱是毋是会当恢复到以前？金苗，我无认为时间会当倒退行的。那呢，咱就把过去放下袂去，重新开始。我即摆甲你讲的是棒球。咱嘛是因为棒球才熟悉的，就为棒球开始。是吗？假使我全力拍棒球，你是毋是会当甲以前同款，陪伫我身躯边，甲我鼓励？敢讲你会当脱离真宽大的、充满仇恨的日子？那呢，咱就安尼讲定。金娘，等时间无早，我倒去房间休困啦。是吗？敢讲咱除了棒球以外，无其他代志通讲啥？你敢约会到这伊都护手到底是啥物人？你是安怎安尼看我？敢讲你认为是我？因为只有你才当自由离来阮境界，你的嫌疑上大。我真倒希望是我，想要这个人采取主动。我讨厌被动。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主动去争取家己要爱的物件，安尼才公平。敢毋是咧？啊，毋过这世间上本来就有真侪无公平的代志。所以即摆我才会伫遮。假使我哪会当选择，你就会留伫彭志强的身躯边上无？心爱，我是袂勉强你，啊，毋过无得到有一天，你会主动留伫我的身躯边。
今晚，我即摆要利用心爱，希望我转去求着的心，甲迄个人留落来，才刷落来，我就别甲伊的心嘛留落来。但是什么人这样好大胆，竟然在我房间内底装这窃听器？ 伊倒好想，迄济个。无啊，无你即摆是咧看安怎啊？每一个人拢有嫌疑。你倒好想，这人到底是什么人？ 我的房间内有这块物件，你也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发现啊？我俩总讲你相信我，结果你连我嘛来提防。奇妙，即摆有人摕一支刀，甲一张威胁的纸条，钉伫咱的门骹口。我也唔知影要伫我性命的这个庄稼人是什么人。 若话做是你，你会安怎？你敢敢相信你身躯边的每一个人呢？至少我袂怀疑你啊！真歹讲，世事多变化，无定着有一天，咱爸仔囝会变面，会变成冤仇人。绝对无可能，除非你无相信我。 你的话唔通讲了伤远，咱人爬咱愈悬，就愈感觉孤单，就感觉四边的人拢将你扭落来。除了你家己，你绝对袂相信任何的人。刚讲有权有势的人，都袂呢相信任何人。无唔对，英雄。所以你唔通怪爸爸，连你都干唔听。 因为迄种唔知真正敌人藏伫什么所在的感觉，实在是非常的恐怖。我不得不去怀疑身躯边每一个人。这个逼鬼逼怪伊倒好笑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无定着是一个人。 无定着是整个新风组，奇妙，这个复仇的剑已经向准咱的心，随时会拄过来。真可笑，你都无看到金万山哦，看到迄个以毒复仇留的迄济血型，迄抓条的表情。 哦，袂输敢那家鬼啊！迄消防器共款的，粒粒做一球啦。天生啊，你认为这以德复仇这个代志到底是啥子？敢会是有可？我知影啥物人啊？中医，一定是中医的冤魂哦，等来报仇。老爸，卖了袂讲好。我是讲中医哦。 遮尔爱吃药啦！啊，在生的时阵哦，就甲为吃药死啊！啊，死了后一定会继续保护吃药啊！伊即摆是倒来哦，讨回公道尔，我敢讲唔对。爸，是叫你莫讲啊！是啦，你安尼讲啊，只有更加伤心啊。无论伊都后手这个人是啥啊，金万山已经受到威胁啊，伊绝对袂坐遐等人去对付伊。万一若掠讲， 恐惊伊所怀疑的人，拢是伊消毒的对象。对，迄金万山哦，做啥心理啦？有可能哦，一个掠讲哦，看到乌影哦就开枪啊！咱大家哦，要较细腻。
馒头干呢，蚵仔面线是你上爱食的早餐。来，多谢。你拄则咧想啥？我是咧想，感觉这一切拢是天意。莫掠甲天哦搬出来啦，那是啥物代志？我咧想金庸甲心爱，只要金庸会当好好珍惜心爱，伊定是真幸福一对。说去啦，迄是金庸哦，得到权势，甲心爱抢回去。我你讲哦，你爱叫你挽回哦，你莫放弃哦。是心爱卡来，即摆啊，老爸，心爱，我后老爸，啊，你爱我咧怪志强，甲金庸要相对无？迄拢是为你好的啦，迄志强我讲我咧爱你呢，你莫去接，你莫去接金庸爱。喂，心爱，是咧，老爸不知伊咧讲啥物啦？你有代志要找我？好，伫倒位？心爱，找你有啥物代志？伊讲要叫我。安尼就对啊啦，恁都爱逐工见面哦，啊，你感情哦，才袂输。找我什么代志？志强，你是安怎要接受李署长这个职务咧？我了解金万山，伊无可能你坐大位的，唔知即马搁会学什么空，等你跳落去啊？心爱，多谢你提醒我，我会接受李署长这个职位，有我的理由。志强，伊唔是这么简单的任务，我烦恼你唔是伊的对手。就是讲咩？来，这只牛哦，我无法度甲考劝啦。我有甲讲哦，叫伊离金家这两个白仔囝，离愈远愈好啦，伊唔听啦。搞我的话吼，当作笨手。你第日要创啥？歹势啦，啊，我就向袂记吼，就装出来啊啦。啊，你甲当作吼无听着安尼啦，一张的5块吼。你甲金庸，我是讲金庸敢真是有心要重新倒来求着。所以我才会鼓励伊啊。志强，这嘛是你的心愿吗？敢唔是咧？我希望会当靠棒球挽救金庸，我嘛希望金庸会当好好珍惜你。啊，你咧？咱的感情，你敢唔珍惜过？多谢。你敢是彭志强？你哪会咧欺骗球迷的感情啦？我甲几个朋友足听你的呢，成立3棒训练营的代志啊，而且钱拢捐啊，你哪会咧囥家己的裤底啊啦？头家，你莫误会志强哦，志强是这种人。有人向八卦报纸检举啦，讲你彭志强哦，食这成立3棒训练营的理想哦，甲无看到的名目的钱哦，囥去苏宁的户头啦。男信哦，应该看新闻报道啦。根据本台记者初步调查结果，银行方面证明所有募款确实寄入去建成彭志强的户头内底。是咪？我即摆要马上登去处理这个代志，有什么代志另外再讲。我烦恼的代志，还是发生啊。永远是我做你的地，因的风云再起。问李署长，你家己看卖咧？报纸有报道你亲戚募款的消息，而且基金会嘛有查证，嘛经过会计小姐的证明，所有的钱拢转入去你家己的私人口座。彭志强，你辜负球迷热情，你侮辱棒球界，
你是棒球的罪人啊！关于这件代志，我真紧都会大家一个满意答复。你根本就无资格担任基金会理事长，你应该马上辞职。无论安怎讲，这件代志我无得推卸的责任，我愿意辞职负责。这个，你这个时阵就莫辞职啦！啊，你顶年就承认无？你真正无款。理事长我会当无错，我真紧都会予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，证明我是清白。老爸，咱来走。各位，我要向大家讲，是的啦，是我看人无清，才推荐彭志强来做理事长，请大家原谅我。各位，这基金会已经成立，业务推展袂当无人，所以我建议各位马上选择代理理事长。这我赞成啦，我提议，请我张老爸，也就是国宝集团的老头家金万山先生来领导基金会，担任代理理事长。无喏，袂当啦！现场先摆这么侪位，你哪会轮到我？阮张老爸以前就是完成3连霸国宝队的头家，伊伫咧推动棒球运动，所以我认为伊绝对有迄个资格来领导大家。较出大家若是无意见，咱就拍婆啊表示同意。多谢各位先辈的器重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替大家服务。啊，他就去班啊，有会啊。叫你早哦，听新麦哦，你都唔听啦。到即嘛，一些下面拢无去啊。志强，到底是安怎？咱每一台电视新闻拢在报你亲戚捐款的代志啊！甘姐，是毋是你暗中夜避开？你莫家己做菜，搁先看凉菜好无？若是你做的，就紧承认啊！你问唔对人啊吧？应该承认的人是伊啊。甘姐，我绝对有把握会当证明家己是清白。不管是啥物人想要陷害我，伊一定是我。彭志强，查某囝做代志，敢做敢当当，代志都已经变空啊！你搁在这在做群主要创啥？去没有？彭志强，你太过分啦！欺骗叫百姓，为群主袂见笑。恁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正常的真面目。这就是互咱陷害的啦！照我看吼，不是你，就是伊啊！是哦，你若是搁有别乱讲话，我是当告你诽谤哦。好啊，你告啊！拄好把所有代志拢总会讲出来啊！这死查某鬼啊！你真正唔知好歹？笑！笑！你当看爱啦！你就是这款人啊！哪会知哦？这么会拍人哦？行啦。笑，你有受伤无？我无要紧啊，志强，你紧处理你的代志，莫因为安尼就影响到你的名声。良心，我真紧要做一个彻底解决。我看金明啊，真无可能搁回头。卡萨，もしもし，姊哦，你好无？我真好啊。一切拢真平安。金万山伊爸仔囝有对你安怎无？金万山因爸仔囝，伊最近拢无来找阮来麻烦啦。你莫烦恼，最近安心处理新丰做的代志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我较常照顾家己，你嘛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知无？我知影。好
上这呢？是啊，倒是我甲你最近较歹世事哦。较上一个日本的处境嘛无好，无需要去互伊操烦啊。吴局长，你是安怎？我拄仔甲只有通电话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只有的口气怪怪，敢若有代志咧骂我。我倒啥？请你一定要保庇你上疼惜的外孙姊哦。即马新丰组的内乱还袂结束，我家己嘛自身难保。我倒啥？请你一定要保庇姊哦平平安安，唔通发生代志。哦，这啥嘛？啥物代志？有你的批。金万山造桥，请恁来，我会报仇。吴局长，是谁教你？无啥命，安尼都应该是有，毋是敌。我即马身伫新丰组的内乱，暂时无法度顶当。他若阁失去斗志，只有嘛阁少年，中医嘛走啊。那安尼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不管伊谁，拢是来帮助咱的人。不管安怎，咱嘛要靠家己徛起来。我倒啥？我就抓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，甲只有平安带转来日本。咱移都家族所承受的侮辱，我一定加倍讨回来。吴局长，我所就抓讲的话，就亲像这杯挂落来糖同款，绝对袂收回。我倒啥？你一定要保庇我。你永远是我做的，我一定在一起。你讲，毛无用啥物来拜你？这座头毛是为你加的，我永远拢会记你。我的命是用你的命换来，我一定会为着你好好活落去。
是啊。多少？遮尔暗暝你哪袂困？早上困袂去，来给你看看。我无代志啦，你放心。无代志哦。那阮倒上发觉，自从恁兄过身了后，你心内敢有真侪代志拢无讲出来哦。多少？我真是无代志啦。颠倒是你哦，你有心事。哪有什么心事？倒上总是希望金庸会当向前做一个好囝，要要看这个办事，还是无啥可能啊。倒上认为，邪不胜正，善恶总有报。是讲想到将来受到报应是家己的亲生后生，心内就感觉真遗憾、的痛苦。多少？我知你甲阿姨拢希望金庸有一天会当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啊，毋过伊过去做真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敢讲遐个人就袂安尼白白啊牺牲心？无底卡遇到好事就是上天派来的，那安尼就交互上天来处理啦。是哦，倒上上摆遗憾的就是无一个好环境，无烦无恼，互你过日子。多少？规工乖伫咧笼仔内照，是永远飞袂悬、飞袂远的。我总是爱学习，爱成长啊。我查某囝大汉啊，有代志啊，别跟我操烦啊。云龙爸，今仔日吼是彭志强要提出说明的最后期限。看这办事吼，伊是下到第四囝，有话讲袂出来。这个罪名哦，伊无打嘛袂用。我电都要看卖咧，有啥本事来退家己水枪？爸，咱国宝集团即摆已经掌控这3个万元的基金会，有这不断的捐款，咱警大第新立场，会咧讲是无往不利。后一步我要来争取做棒球协会的理事长，完全掌握棒球界的资源，互所有球队替我拍球趁钱。爸，咱是安怎？啊？我腹肚足痛，腹肚。好食。爸，爸，较细哩吼。明姐，安怎？杨爸，检验报告出来。安怎？搁有查出我中心要看得到？检查结果并无发现任何中毒的反应。什么？无中毒的反应？要哪有可能啦？明姐啊，卡叔爸爸无中毒，腹肚哪疼甲安尼啦？医生是讲哦，你这是急性的胃肠炎啊。有年岁的人哦，身体较虚，常常有这种症头。这乌白讲啥？明明是伊都互收，陷害下毒，我唔知腹肚疼。什么两公医生？转移，我找较高明的医生。爸，你较冷静的啦。伊倒有受到底是啥？咱还袂查着。卡叔咱即摆自然骹步，颠倒会中意去。对啦，你讲了有道理，是我心过激动。竟然有一个行踪不明的小人，不甲你心性不良。哦，想要伫我性命，除非用业命来告我。通知所有人，马上将伊都互收，给我抓出来。是。歹势，
势哦，各位，我身体无啥爽快，所以较慢来啦。是的，是的。彭志强，今日是你家己要求的最后一间期限，你敢找到会当互你家己脱罪洗清的理由？无，因为我本来就无罪。彭志强，你还搁咧死人的嘴皮，唔肯认罪。我有证据，会当证明家己是清白的。鲁爸，麻烦请。其实自大家选我做理事长迄天开始，我就把我个人私有的财产交付信托。大家手头这的物件，都是我私有财产的信托证。吼，你要我受死啦你！你早有这，你就较早讲的，我为你担心到要死。谁人知影这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卡数真正是你做的安排，啥伊敢无讲有清楚？请大家看清楚，即摆手头这份文件有信托经理的亲笔签名，搁加上有2位律师做见证。就算我想要作假，也无法度。迄天我所以无讲出来，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，调查出无法想要陷害我的指使者，把这个帮球败落去抓出来。志强想的，我那是真周到。咱过去误会你啊！这个，哦，你这招哦，我料想未到，真正有够赞的。理事长我会当无做，要么棒球是我的最爱。三个棒球状元混的赢是咱大家共同的理想，我不准任何不好的代志伫遮发生。尤其，我不准任何人破坏咱的棒球理想。既然志强是无辜的，咱一定要恢复伊理事长的职务，对，大家有同意无？哈？请坐。树头若徛好在，都唔惊树尾做风台。金老师长，你讲对。这是当然的。哎，你真聪明。你刚摕到这个无效指示陷害你的人。我问过会给林小姐，要过伊唔敢讲出来什么。啊，要过这回造成你甲金球会真严重的名誉损失，照我看，应该要甲伊开除。我认为林小姐是受人指使，咱应该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要不过即马当然无款。袂搁发生任何错误。金老师长，我听讲这位林小姐过去捌伫高宝集团做过你的秘书，敢不是？哦，那是真早以前的代志，我早就袂记一啦。也毋过既然你提起，我更应该秉公处理。伊互人利用完啊，又讲会互人一脚踏开。伊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，敢袂受过无公平？无论安怎？伊一定要开除，也若无，要安怎抬价价高呢？无唔对啦，其他的职业会当卖追求，也毋过这个人已经无适合留落来。既然大家这么坚持，我一定要开除林小姐。我即摆有一个提议，以后担任理事长、甲掌管财务这么重要职务的人，一定要把伊的财产交付信托，证明伊的清白甲公正。唔知影大家是毋是同意？这个建议真好，我同意，大家拢同意吼，同意啦。我嘛同意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的会议到这结束，解散。林老师长，爱你暂时代理理事长这个任务，实在真歹势。哈，哪里，恭喜你哦！确实是英雄出少年。
我恁少年得嘞，阮这老岁啊，早就应该退休啊啦。你安尼想就对啊啦。人向讲哦，啊一个位啊占条条啊，无要放。老爸，咱来走。想袂到迄个彭志强竟然来这招。中央爸，你要做理事长的如意算盘已经叫破坏啊，想要怎？即马这个彭志强，已经毋是较早甲内遐拍棒球的彭志强。想起未来，是咱上界可怕的定志。浮沙破啊，永远是我。真心设计局，选起迄个唔正经彭志强，甲我毁掉。这录音带我明明毁掉啊，哪会搁直接出现？干咩？中央爸，什么代志？拄则，啥来记者？拄则我甲校长去开会，拄了摒扫清洁工，2号楼无经过允准，是毋敢黑白入来这间办公室。中央爸，啊是安怎想？这是甲换掉所有清洁工。中央爸，哪会强行要换掉所有清洁工？哦，我知啊，你是惊哦，以毒何仇会掺伫清洁工内面，对你下毒手着。要毋过哦，照我看来，换掉所有清洁工，并毋是一个好办法。颠倒哦，以毒何仇一个机会，揽伫新车清洁工内面。明姐，我都无提起伊都好笑，你的脑筋来遮尔紧，马上就去想着伊。我是咧想啦，这个意图何想哦，常常变鬼变怪啦。我咧看哦，这届嘛是咧鬼计。伊都好笑，伊到底是啥？伊谁若知影今晚的死因，伊到即马也唔出现，伊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中央爸，你有啥物心事哦？会当甲我讲，何必这样生气？你是知影啥？我是啥物拢唔知啦。要毋讲哦，我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上高义、上善良的人，一旦变面，伊反击的力量比谁拢搁大。同款的道理啦。表面上看起来上无可能服受的人，嘛上可能就是幕后迄个总经理。三个棒球中央份的赢是咱大家共同的理想，我不准任何不好的代志伫遮发生。尤其我不准任何人破坏咱的棒球理想。树头若徛好在，都唔惊树尾做。志强，竟然敢用这款小人的步数来对付我，我便叫你生不如死。中央爸，你拍算要安怎对付彭志强啊？按怎对付伊是？即马三个棒球基金会做到这样顺序，拢是因为彭志强的关系。我要借用伊的人气来帮助我去做棒球协会的理事长，所以暂时也未对伊下手。也毋过，彭志强
既然你无想要互我好记，我就用你的土来过你的命。注意，你别松下，你别出来夺命上。金龙，你的死几狗，起来！我的阳光叫地条，但会甲真诶共款，讲中医真正回来。是啊，你毋是讲要陪我去拍球？我等你等下困去啊。好，我马上去接你。是啊。歹势，我要等足久。我甲蔡志强早就做好防备，将财产交付给信徒。啊，若无，伊阁要跋落去你安排好的限制。我安排限制？敢讲毋是？金阳，你明明讲好要甲志强斗3工，帮助伊成立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。结果咧，你若无守信用，你阁用卑鄙少年的手段，你实在互我足失望的，你知影无？心爱，你写久拢是彭志强，假使你无法度离开伊的身边，你何必逼你家己不要去练球呢？金阳，我一直希望你回头，我嘛一直相信你阁有一点仔良心伫。啊，毋过即摆你的所作所为，真是我不得不怀疑，你所讲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啊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这一切拢是有爸计划的，我根本唔知影。当我知影了后，我想要主动嘛袂有。实在认为哦，我都唔相信，你若真正有心要解决，会一点仔办法拢无。既然这样唔相信我讲的话，我就取消我甲彭志强的约束。你嘛能放心，家己家己要去。敢若用嘴讲的无准算，你用行动来证明。起来！起来！金苗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，是啦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，我送你病院好不好？唔免啦。刚讲迄个人是要对付心爱，对付心爱迄个人到底是啥物人？讲是，心爱，你先等去休困，注意家己安全。我陪你走回去。唔免，我搁要去找一个。爸，金苗，你安尼气泡泡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社长，是谁惹你生气啊？明姐，你先出去，莫有别人入来。我有话要甲阮爸讲。
是。金瑶，啊，你这心中是毋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要甲我讲？爸，我拄则去接新买，结果伊去互人攻击，好佳在我伫现场，啊若无，我真正毋知影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我最近搁甲新买斗阵，伊无甲任何人结冤仇，我真正毋知影，什么人会下这款的毒手。听你的口气，敢讲你是咧怀疑我主使人去对付新买？我是咧怀疑，因为爸爸，你伫无赞成我甲新买斗阵，啊是因为新买是彭志强上介意的人，你因为才管这李处长的代志，对彭志强扣分，所以毋才对新买下毒手。好，真好！天下间只干你上介了解我，真正无枉费我甲你养个这尔大汉。爸，你明明知影，新买伫我心目中的地位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伊的？金瑶，你莫戆啊啦！心爱的心永远拢袂互你，你那就自找麻烦。我相信，只要真心付出，一定有回报。而且即摆新买对我的态度，甲以前完全无同款。我相信毋免偌久，新来的心就是我的。我毋管你甲心爱是安怎，即马我是干那甲你讲一句话：彭志强真有可能就是伊毒手。即马伊是徛伫赢面，你若想要拍败彭志强，只有找到伊的弱点，予伊致命的刺激。所以，你就安尼对付新买？金瑶，天下芳草满满是，那就单恋一枝花，而且佫是一枝傲花。爸，你奶奶安尼讲新买啦？进前心爱佮志强斗阵遐尔久，你毋是毋知影？志强无爱伫破鞋，你甲捡来当作是宝。你的痴情，人甲你笑讲你是戆，你敢知影？爸，我不准你安尼侮辱新买。了后甲伊斗相共，去对付彭志强只是回事，啊，不过新买是无辜的。金阳，果然互我摇着啊！我一直咧烦恼，咱爸仔囝总有一天会变面，想袂到，竟然是为着一个一再反背你的查某，你来甲我变面。我是袂甲你变面的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空间，去选择我的爱。金阳，爸爸并不想要破坏你的感情生活，实在是无愿意看到你为着一个查某来毁掉你的事业。好啦，我就尊重你的选择，袂再对付心爱啊。多谢爸爸。莫就这来客气。啊，你毋是要去练球？时间差不多啊，紧去啦。大哥啊，你甲丈人爸话讲煞？你拢已经听到，讲问。无啦，我是看的时间差不多哦，所以我就。好啦，莫讲解释啦。我予你一个将讲赎罪的机会，请你放我。你即马转去接新买，甲伊送去球场，甲我见面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包伫我身上。爸爸虽然答应我，袂阁对付心爱，啊，不过我是袂放心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能保护心爱安全？你看啊，是金牌投手金安哥哥呢。金安哥哥，我就该看你投球的呢。对啊，你是个偶像呢，伊当然拢爱看你的相片才困得去。
志安哥哥，你要跟阮做伙做讲球无？拜托啦，拜托啦，跟阮做伙讲球啦，拜托啦！好啦，我投球互恁拍啦。安尼哪会用的？你投球遐尔厉害，阮连面拢互你闪转啊啦！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用倒手去互恁拍啦。好啊！来。恁准备好啊未？我要开始投球啊！好。小朋友，第3球哦，要较注意哦。喂，咱这高囡仔啊，目睭处处，啊，你毋知伊是啥？无大无细恁啊！你毋才无大无细，我甲囡仔咧拍球，你也乱塞。哦，是我毋对。小朋友，歹势哦，拄则哦，阿姐讲的较大声啦。是嘞是嘞。小朋友，阿姐带恁去买汽水好无？啥？我带恁去买汽水？安怎？你有意见啥？无啦。小朋友，阿姐带恁买汽水好无？来，带阿姐行。心爱，你哪有这款眼神看？我拄则看你甲迄个囡仔拍球的时阵，我感觉你规个人拢变啊，甲平常时迄种阴天的感觉，完全无共款。这就是棒球迷人的所在。我毋知影为虾米，只要我摕到球，我就想到在球场上一切，我的心情就足轻松、足自在。果然无毋对，要有经营创造变为较早正派，佮充满理想的金融，就只有靠棒球啊！心爱，这契约你摕去看卖，看是毋是我甲彭志强签的迄张契约？什么意思？我有答应过你，要互你出球。我即马就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的心意。我生活在石头，总算放下。我即马感觉足轻松、足自在。以后咱两个之间无任何的条件甲约束。我对你敢若有真心的对待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了解什么是真爱。是嘛？看练球啦！我即马倒手哦，慢咧投球，相信真紧哦，就咧投的比正手搁较好。唔相信，你看嘛。我带你陪伊。医生，请问你啊，伊倒手哪会疼到安尼啊？经过检查报告，金先生的手骨一切正常啊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的倒手确实是疼到无法度抓起来的。这应该是你心理因素所引起的神经器官失调啊。比如讲，你想要倒架投球，也则是讲你严重咧控制着你想要投球的情绪啊。啊，那呢要安怎治疗呢？
所以生病就要先就医啊。既然你的手骨疼痛是因为你的心理因素所引起的，安尼你该去面对伊啊。甲你心中的结拍开，相信你的手应该就爱袂疼。金明，医生讲了无毋对，其实在你的心肝内，棒球也是你的最爱啊。所以你要勇敢去面对伊，积极去练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恢复较早的实力。金明，你放心，我会陪你克服心中障碍，一直到你正式重回球场的。心爱，多谢你。我真是希望你当早一天重回球场，继续你的棒球梦。到时阵，我甲志强就会当分享你的荣耀。啊，不过我袂呢甲你留伫身躯边，你必须要离开警察。经过迄单代志了后，我总算了解，警察即摆是一个危险的所在，随时拢有可能发生阮料想袂到的代志。我袂呢，互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要送你去彭志强的身边，即摆只有伊，才能真正保护你。景华，爸爸妈妈来看你。金华，你知影妈妈就想你的无？玉芬啊，莫烦恼啦。景华这个囡仔这么水，又这么听话。后出世一定会生对一个好家庭，咱应该替伊欢喜才对啊。天仙，天仙，你是在看啥？我拄则发觉一个人，你掠咱金面婆。无人啊！我定是想我看唔见。来等。可能是天气变坏关的，脚骨疼。较细哩。啊，我来斗三工，紧，我来斗三工。你什么人？哦，我呀，我建设司机啦。啊，拄啊讲恁一个时岁，啊，就摕钱给我，啊，叫我伫遮等恁，啊，送恁回去安尼啦。是啥是啥？文姐，安尼麻烦你啊。多谢。免客气啦，来来来，谢。行好，行好，行好。我是来走。你来这创啥物？伊是专工送我转来的。我唔相信拢无做人做的代志。你老实甲我讲，你对人讲遐尼好心，家是嘛会送倒来？你心肝内拍生啥物主意？我经常做代志，无需要任何人肯定，所以你可较无需要知影我伫想啥。志强，我甲心爱安全交予你啊。心爱安全，有人要对付心爱先。你毋免问这尔多，你只要好好照顾心爱就好。哎，唔免你讲啊，志强遐尼爱心爱，因自然就好好照顾。我来走。
当地的故事，龙珠回头金不还，这会当搬离开万山遐，等下妈妈的身躯边啊。无可能，你甲我是无同款环境的人，你就好好过你的生活，我有我家己的路要行。金苗，每一个人拢有权利选择家己要行的路，你嘛会当选择行出黑啊。金苗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一定做到到，我会陪你练球，一直到你重回球场。小敏，你要陪练球？是嘛？你也毋是无食过伊的亏啊啦！你遐尼简单就相信伊的话哦？我知影我家己在做啥物。金苗，我会伫球场等你。志强，我甲生活送回来，并无表示我输你。虽然咱即摆约束已经结束啊，啊，不过我还是负责心内医药费用。我要求的是一场公平的竞争。我会尊重心内最后决定。金苗，若有时间，定定转来。这个所在只有爱心，只有关怀。阮大家拢希望他看到你。天星啊，较早我对挽回这个后生的心啊，从来都唔敢抱任何的希望。也不过今仔日，我会金龙遐，看到伊有较早迄种充满爱心的眼神，我感觉咱的后生渐渐在改变。我嘛感觉，我甲金明重新做伙伫球场日子愈来愈近。你莫想过乐观啦！我也唔相信哦，金明会倒转来。你莫伫遐空思妄想啦，期望愈悬哦，失望愈大啦。社长，我4个在找你呢，我有公文哦，要你签。金苗，你是去倒啊？我甲心爱送去饭店用伊兜啊。是安怎？你真无简单，才甲心爱抢转来。爸，你应该知影我是安怎要安尼做。大姑啊，我敢会当知影原因？我想阮爸爸应该无想要讲。吴老爸，来，王总，上啊油破都没食。生必死。刘老爸，你看。叶姐，你到底在倒位啊？我的脚落掉啊！一双大大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
一个心情茫然と男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，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，想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，又在人生一路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我，呼噜沙托，你紧转来好无？我就想咧，我真正就想咧。奇怪，我拄仔明明有看到人啊，可能是我看唔到。你姐，你姐，小姐，你歹势，我认唔到人啊。你姐，我绝对袂让你白白牺牲。我已经不是较早天真的查某囡仔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若是我知影金华市有内情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扛这张纸条的人，一定知影金华市的内情。你想我莫我查到，金华市甲你有任何关联啊？迄死卖哦，太好骗的啦！我唔相信金融的伤哦是真的啦。啊，你即摆搁甲心卖哦，老啥有金融啊？无你即摆头壳歹去哦。是你三去北球场较训练也嘛是你的理想，敢讲你嘛同意种无道德的做法的？我实在看无，到底倒一个才是真正的你？就当做是做善事啦，收留一只流浪狗，回一条生路啦。对啊，车头尾时阵，互我一条生路。你落地的迄纸条是安怎？爸，我在想哦，一定是有人暗中变鬼变怪，这样代志，我一定处理好势。连我也要保守秘密。个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来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こ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，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，又在人生一路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我，呼噜沙托，呼噜沙托啊，离
是